新传媒 Capital 958上市频道，现在恰用人报告新闻。公用事业局证实，办丹蓄水池星期四传出疑似有鳄鱼出现的照片是假的，当局已报警处理，并且要停止收存鳄鱼下落。办丹蓄水池的水上发通今日恢复。从今年第四季起，陆路交通管理局将逐步采用人工智能视频分析系统，协助侦测巴士专用道同道路上的违规情况，并且计划在2030年扩大到所有的巴士路线。从下个月起，坦比尼、邦澳、帕沙同江义的1000户低收入家庭将获得500元的伙食补助。用于在厝家附近的智能汽餐柜两起餐食，这个智能汽餐柜就设置在政府租赁之屋底层或者附近，消费居民只需要打开手机应用上的二维码，在汽餐柜前扫描，就能够亮起热腾腾的饭菜。在来年星期日举行的国庆群众大会上，预计王顺才总理将宣布一系列加强家庭支持的措施。中小企业商会同全国雇主联合会表示，希望政府提供更多支持，减轻企业推出新家庭措施所需承担的成本。2年前在新落实交通用刀刺伤神父李光显的38岁本地男子，在认罪之后被判囚监4年又3个月同9下鞭刑。一名男子因为涉嫌贩卖儿童米制的天子烟弹被控上法庭，警方在今年12月针对非法放贷团伙仍然展开的执法活动中，在嫌犯为了马士良的指令单位将其拘捕，并且发现超过300支天子烟同相关的配件。布吉迪马快速公路发生一起杀劫2趟摩托车的交通事故，2人受伤送院，1人送院之后不治。一名新加坡市保安人员因为在柔佛州发表侮辱伊斯兰教育言论，被判囚监14月，且罚款7000令吉，大约等于2200元。印度尼西亚警方突击巴丹岛一个涉嫌赌场发通的场所，一共扣留197人，包括2名新加坡人。全球在世最长寿的人类，差不多养了127岁生日，而且来自英国汉普郡的卡特勒姆，在1909年出生。根据吉尼斯世界纪录，他也是感染冠病之后存发的最严重人死之一。新闻报告完毕。